业与苗栗客庄向来密不可分，亚洲数一数二的养生茶厂，规划增设百茶文化园。来到苗栗头屋，喝杯清香扑鼻的东方美人茶，轻松认识客庄与茶叶间的点点滴滴。把开水停了一下啊，再停了差不多有10秒钟左右，那时才冲泡。那冲泡呢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说，那个叶子就不会烫伤，因为那叶子很嫩嘛。那这个倒出来的时候，就可以闻到一种蜂蜜的味道啊。这种呢泡给外国人喝，或者我们自己喝着，你慢品尝，什么有真的蜂蜜的味道。那个女王就说啊 ，Orient Beauty， 就说哎呀，东方的美人。品尝各式茶香，也可以自己动手体验擂茶。有没有？掉了，水掉了哈。快，好快啊！这个手这压着它，对，好棒哦。大家迫不及待品尝初体验的成果。我们擂茶做好了啊，亚给爱干手色。好。香浓的擂茶，小朋友喝得好开心。园区的奉茶亭重现传统客庄善良精神，墙上刘兴清的画作将客家鲜明奉茶美德表现无遗。早期大家可能就是采了一些芭乐叶，或者是桑叶，或者是一些草本的茶，煮成一大缸子的水，让来访的路过的客人有茶水可以喝。另一张画作以刘家大拜拜为主题，刘兴清用画笔呈现早期客庄与各族群间的融合景象，唤醒客庄与茶叶最初的情感，在百茶文化园中感受不一样的客风茶香。上课喽！也嘅愛乾小食，也嘅愛乾小食，也嘅愛乾小食。